主席、評審在各位大家好。今日有方同學所講嘅造星，其實全部嘢都好表面。首先有我哋今日反對嘅原因有三。有方同學頭先提及到嘅四大天王去拍戲，去幫助樂壇發展。但呢個其實係娛樂圈嘅發展，並非樂壇發展。樂壇係娛樂圈嘅其中一部分。但四大天王拍戲，究竟係幫樂壇多啲定幫娛樂圈多啲？咁我有方同學可以問下。第二，有方同學所講紅歌唔紅人，冇資金喎。但係其實歌手最大嘅資金來源就係演唱會。試問你會聽過一個歌手淨係會翻唱人哋嘅歌可以開到演唱會咩？唔會啊嘛。無可否認，開一個好嘅演唱會，歌手係需要有少少名氣。所以我哋今日嘅議題係更加重要，而唔係我哋拋棄做歌或者做星。所以我哋覺得演唱會其實係做你去聽佢哋啲歌，而並非去睇嗰粒明星。睇明星只不過係其次。第三，有方主編頭先提及到，佢哋有位歌手淨係紅咗首歌，但係冇紅到人。但係呢個其實就係樂壇需要嘅嘢，因為樂壇嘅第一個就係歌，而並非歌手。歌手係樂壇嘅其中一環，但係佢並非最重要嘅一環。我方認為香港樂壇更似一個傳統嘅老店，而有方同學提及嘅造星其實只不過係網紅店嘅裝修。當然，做網紅店其實係可以吸引到一時嘅流量同埋好奇心，但係如果你要支撐呢間鋪頭開10年、20年，其實我哋係需要嗰份味道，需要嗰份情懷，而唔係講緊鋪頭究竟有幾靚。其實香港樂壇都一樣㗎咋，佢唔係淨係得表面。香港樂壇係有一個更深層嘅意義，音樂同我哋之間存在一個強烈嘅情感連結。我哋分手嘅時候會聽咩歌？會聽傷感歌，因為佢係可以排解到我哋嘅哀傷。慶祝嘅時候我會聽咩歌？我會聽激昂嘅旋律，釋放我哋嘅快樂啊嘛，因為可以。呢個就係樂壇存在嘅意義，因為佢可以代表到我哋當刻嘅心情。一首好嘅作品嘅靈魂，佢唔單止係在於歌手嘅演出，係更加係旋律、歌詞本身自帶嘅厚度。如果我哋淨係關注演繹者，唔係咁，我哋不如睇一場表演啦。但係我希望你記住，我哋聽歌係攞耳仔聽嘅，而唔係攞隻眼去聽嘅。如果我哋一味淨係執咗啲包裝，而忽略咗創作本身，咁香港樂壇仲可以點樣走進我哋內心呢？又點樣可以繼續代表我哋聲音呢？最後有方同學今日所提出嘅觀點，香港樂壇最後會剩低幾多係一堆10年後冇人記得嘅流水線產品？呢個究竟係救活咗樂壇啊，定還是殺死咗音樂未來呢？因此我方堅決認為香港樂壇嘅生命力係在於做歌。多謝。